港島南區有咩好食？我哋今日同大家介紹位於港島南區數碼港嘅中菜館。桂香浮金秋，江南蟹正肥。秋冬正正就係品嚐大閘蟹嘅季節。中菜館係一間中式餐館，格調典雅。呢度有傳統中式建築，好有穿越感。由港鐵站堅尼地城出口 A， 一出地鐵站口就見到小巴站，可以搭乘專線小巴58號。呢條來回堅尼地城站來往香港仔中心，車程只需要10分鐘就可到數碼港。又或者可以由金鐘站轉至南港島線到黃竹坑站，搭乘專線小巴69A 號，車程同樣10分鐘左右。入門口就見到超過15000平方公尺嘅廣闊大廳，環境舒服。中菜館內用咗古樸厚重嘅青磚牆身，呢啲青磚由元朗下村專程回收改造，其用意不止於裝飾，更在意嘅就係讓往昔嘅建築文化得以重現同傳承。另一個值得欣賞嘅特色係一對龍鳳裝飾。見到呢對龍鳳裝飾，據說現存仍然有龍鳳裝潢嘅酒樓已經買少見少。王者歸來大閘蟹宴可以同時享受到3隻足4兩或以上嘅大閘蟹，8道菜再加一壺陳年花酒，每一款都配合得好好。呢3款前菜包括宮廷蘿蔔，酸甜爽脆，非常之開胃。拍蒜青瓜，蒜味十足，清新爽口，簡簡單單。沙薑豬手，豬腳又彈又嫩，沙薑嘅香味特別濃郁，食落口一啲都唔膩。民間智慧上，食大閘蟹有9元10尖之說。農曆9月約10月係食蟹乸，蟹乸嘅肚臍係呈圓形，蟹膏肥美甘甜，橙中透紅。揀大閘蟹可以從4方面去睇：青背、白肚、金爪、紅印。蒸大閘蟹時，大主會反轉蟹肚向上蒸，咁樣係有助保持蟹膏嘅鮮甜，啲膏又唔會咁易流失。加入紫蘇葉或薑片一齊去蒸，仲有驅寒嘅作用。一般蒸大閘蟹嘅時間主要視乎蟹嘅大細，3至4兩重嘅蟹約莫蒸15至20分鐘，而中菜館呢個餐用上5至6兩嘅蟹，就需要用上15至20分鐘時間。經油泡後嘅鮑魚，更好似一瞬間化作鮮花一樣。細膩嘅刀工，冇半點浮誇造作，實而不華。鹽香更能帶出鮑魚嘅鮮味。薑同葱產生嘅化學作用就係鑊氣。大廚將薑葱爆香，配以上等彈牙蝦肉落鑊猛炒，呢味菜未食都感受到十足火候。螺頭燉雞腳，呢個燉湯味道鮮甜，用足真材實料，濃而不燥。螺頭有滋陰作用，好適合冬天咁乾燥嘅天氣飲用。
雞腳則有豐富骨膠原，多飲據說對皮膚彈性功效尤其明顯。優質嘅石斑魚肉，其肉質嫩滑得嚟，帶出魚肉鮮味，殘留喺口中散發出陣陣魚香。海山骨炸得外酥內軟，鹹鮮散發出大澳水鄉嘅醇厚。要驅除大閘蟹嘅寒性，餐後一碗薑茶即可化解驅寒。薑茶香甜帶微辣，飲後更溫暖入心。花雕酒屬黃酒一種，可以中和蟹嘅寒性，並去除腥味。一般選用5年或10年嘅陳年肇慶花雕。中廚中菜館喺香港有幾間分店。除咗數碼港分店，仲有灣仔軒尼詩道、銅鑼灣時代廣場、尖沙咀北京道1號、火炭同赤柱廣場。中意食大閘蟹嘅朋友，記得到時品嚐。中華飲食文化博大精深，記得多啲關注我哋道道食，一定唔會令大家失望。